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第一章新增加的病例是一位对美国等台湾的少年家啊，无症状煞安排采检检出病毒，但市长也下令警方处要去调查。每年的基本薪水算点钟的调到160块，算过仔的调整到24000块，是有史以来起上少一摆。气候最近反常，美国出现54°C的高温，日本东京也有79个人吊刷死亡。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出现一位带病入境个案，是一位60多岁台湾查甫人，伊长期伫咧菲律宾食头路，8月12登到台湾，14、15煞开始发烧，今仔日检出甜病。另外，昨迄位病例是一位对美国登来到台湾的少年家，本地是在家检疫，卫生局煞雄雄去甲伊采检，煞检出病毒。这款做法敢有问题呢？指挥官但市长也下令讲，要爱警方处去做调查。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个案，是一个60多岁长期伫咧菲律宾做工课的男性。伊的太太伫咧8月初2的时阵出现发烧的症状，捌伫咧菲律宾当地就医采检，结果是阴性。翁仔某2个人伫咧12登来台湾，翁婿入境的时阵无症状，嘛是阴性。伫咧机场采检了后，就送去集中检疫所来隔离检疫，一直到14、15小连续出现发烧的情形，才来安排就医采检。伫咧18确诊，目前带医隔离治疗。其实他后来在入境之后就采检了多次，其实也都阴性啊。不过个案反而是在12号在机场采检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症状，采检是阴性，但是14号、15号反复出现发烧之后，15号就再去采检那在今天确诊了。目前指挥中心已经将把个案接触者总共29个人，包括做回国的1个人，个案的太太也个共班机前后2排座位的旅客，总共17人，拢做在做居家隔离的对象。若是8月新增加一个对美国移入的10多岁台湾籍的少年，登记了接受居家检疫，到达无症状，毋过地方卫生单位选伫伊居家检疫的第10天雄雄采检确诊，是安怎无症状也是要采检，有采检的时间敢是有符合规定？指挥官陈市长下令警方单位来进行调查。只要了解说还没有其他的人也有接受这样的一个采检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尊重中央防疫中心的做法，然后我还是会以县民的健康为主，我们就今后正风调查。根据指挥中心即卖规定，若毋是确诊者的亲密接触者，若是无症状，就无符合采检的资格。指挥中心想要查清楚，敢是有其他类似的个案去互采检。若是中华关卫生局敢若表示，迄当阵的定序无问题，嘛尊重中央指挥中心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市也当咧清早算一仔组的套房，说法警讲有8件是居家检疫旅客，甲一般旅客揽做伙的，违规的业者也爱受到市政府的处罚。另外，伫咧婚林也有一位民众爱居家检疫，煞逃走出去 KTV 佚佗，除了爱甲伊动发，也是爱继续检疫。一个居家检疫，过走去 KTV 唱歌啉酒，婚林警方临检北港一间 KTV， 发现一个查甫人是伫管的居家检疫的人，马上通报卫生单位，同时命令伊马上转去。这查甫人会面临10万块以上罚款。该做伙唱歌的朋友爱自主健康管理14天。凌晨，这是大家正常的人都在睡觉嘛，哈。这个电子围篱也不会有异常的一个显示，裁处罚元10到100万哈。台中市有民众检举居家检疫人住违规的一组套房，8件检举案当中有2件事情明确，一组业者被罚。台中市管理局指出，部分一组业者直接伫机场砸人客，有人贪小得去大，只要无违反居家检疫规定，无法通罚，不过已经加做防疫空房。那有一些民众他在机场就被一些违规的日租套房就给招揽走了。那8件的话呢，我们查处违规，确实有查到市政的有1件，那另外1件还在进行当中。台中市管理局表示，居家检疫替代所的 SOP 严格，不过一组套房无论是为人员分流、卫生和安全拢记录，因为今天每礼拜可能进行3到4天一组套房联合检查。同一个地方，他又不是居家检疫替代所，住了好多人。请问说，我们都会请他们把这个资料提供给管理局，让他来做一个查证，这里是不是日租套房？
目前针对居家检疫人，政府提供14天14000块的防疫补偿金。居家检疫人大集租套房大部分是贪俗，目前无法通发这民众，依法伫检疫期满也爱发补偿金。不过台中市民政局请民众发挥公德心，唔通互家己正做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劳工的权益。在今仔日基本工资审议的结果出来咯，明年算点钟的薪水会对158块起到160块，食月仔的薪水会对23800块调整到24000块。不管是算点钟的，也是食月仔，这起的趴数拢是有史以来上介低一摆。由23800元调整到24000元，调升200块。调幅是0.84%。今年拄着疫情的冲击，劳动部18召开基本工资审议，过程是真紧，早起10点举行，敢若用3点半钟就有结论。明年的基本工资月计会为23800块，起200块，变做24000，调整的幅度是0.84%。咱若1点钟的薪水为158块，起2块到160块，调整的幅度是1.26%。两个拢是这侪年来有调整过上少的记录。在兼顾到资方不管是营运上的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包括也考虑到可能明年劳健保双涨，虽然是这个微幅的调整哈，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早起的审议，资方话讲，在疫情之下，基本工资就算要起，嘛应该爱10月实施，无一定爱明年1月初1就实施。咱若劳方是强调讲，企业嘛得到政府业外的纾困补助。基本工资无理由袂当起，而且至少爱比较英年3%至5%的调整幅度来增加。对，要暂缓实施，就是今年要暂缓实施。年底的疫情怎么样啊？看明年到底怎么样啊？再来做决定。今年务必一定要涨，但是所谓的调涨可能是比较温和式的调涨，至少今年还是要维持3到5%的一个幅度。劳资双方一人一种立场，会议顶悬，审议委员学者代表优先跳出来提出建议的方案。你基本工资调整，他们的企业跟劳工都会直接受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200块应该是两难之下的一个可以接受的决定。劳动部嘛表示，落尾参考学者的建议，明年1点钟的薪水起2块，月计是起200块，这嘛是蔡政府自2016年就任以来连续5年调整起基本工资。月计的部分会有1558500的劳工受到影响，咱若算点钟的薪水是有524,300的劳工受到影响。不过，明年增加的薪水，敢会搁甲物价起价来相拄咧？劳工也是一半欢喜，一半忧愁。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伫今仔日有进行基本工资审议，不过工资增加的趴数却是有史以来上介少的。其实调薪水唔拿台湾包含着韩国、澳洲等等，每年拢会调薪水。虽然南韩的基本工资一直会起，若阵无法度负担工资的店家，也是有人挡袂牢自安的倒店。疫情发生以来，基本工资敢爱起，劳资双方拢有意见。台湾落尾确定月薪时薪敢若淡薄调整，创史上上少起的幅度。大部分的劳工拢认为讲，台湾加薪水问题真严重，基本工资本来就应该合理调整起价。赞成要再调涨的，基本工资调上来，其实这也是反映一个通膨的现象。台湾这10几年来的薪资其实没有说涨幅太大，那其实受苦的最后还是劳方。受到疫情的影响，日本今年暂时无调整，不过韩国、澳洲等等的国家甲台湾同款，嘛选择起价。其中澳洲是起1.75%，时薪超市新台票402块。若是南韩，每年上价时薪超市新台票213块，起码1.5%，起的幅度嘛是史上上低。不过根据驻韩国记者的观察，南韩总统文在寅就任了后，基本工资是一直伫起价，而且一年比一年更较悬。真侪小卖店因为人事成本未堪治，转来倒店。店员的那个薪资一个月就182万韩元了，4.5万新台币耶。首尔的大学路或者是梨花女子大学这些很多店一家一家的倒。台湾人力资源的业者是认为讲，薪水起价部分的业者会将人事成本转予消费者，或者是减少请人的机会。基本工资调整袂当伤激烈，若无就会出现反效果。有时候基本工资还是会反映到这个民生必需品，还是会有这个调高，照顾到这个弱势劳工，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温和，甚至这个调幅可能减半一个折中的一个调整方案。
学者表示，台湾计薪的问题是真严重，毋过嘛要考虑到调整薪水了后经济正效果，因为上理想的状态，就是薪水起的幅度比物价起的幅度更较大，买的能力变强，内需的经济对好。像安尼调整薪水，国内经济才会当有正循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已经选调高雄市长的陈其迈，和市政团队讨论了后，决定后礼拜一，也就是8月24正式上任。外界上界关心的新的小内阁名单，陈其迈也表示讲，明仔载会开始去问因的意愿。现任的代理市长姚明洲因为有工程背景，有可能会放留落来做副市长。不过姚明洲敢若讲，公务人员尊重任何安排。徛伫咧车顶，高雄市长当选人陈其迈，伫咧伊摕到88趴得票落来内门区三平里做最后一天的谢票。陈其迈除了无用伫咧谢票以外，延续选战的风格，决定伫咧后礼拜一8月24上任，也就是中选会正式公告市长当选人的3天后，因为安尼市府小内阁人事的问题，嘛爱赶紧处理。明天开始来好好的来全盘做一个对高雄最好的发展。在24号就职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人选都能够全数到位，立刻上工。陈其迈强调讲，会以4大优先来选人才以外，嘛会要求副市长负责处理重大的交通建设。也若有30多年工程背景的现任代理市长杨明洲，外口传讲伊嘛有可能是副市长的人选之一。杨明洲早起召开最后一届的市政会议，嘛甲市府团队做伙翕相做纪念，无要讲家己未来的代志。公务人员不管是在哪一个职务或者是哪一个职位，对于市政的推动，对于市民有帮助的，我觉得任何一个职务、任何一个职位都是有帮助的。迄若市长官舍已经用伫咧遐一段时间，陈其迈讲，处理的人口真简单，也是会以做赢的因的徛家为主。官舍目前会提供予非政府组织 NGO 来使用。如果是要照顾弱势者哈，比如说像我们身障的行动不便的团体，那无障碍设施不只是现在这样，可能还要更细腻的一些设施哈。台湾无障碍协会理事长表示，韩国瑜担任市长的时阵，嘛讲官舍要做社服来使用，不过落尾煞无影无食。若是新的市长有想要搁甲官舍让予 NGO 团体来使用，伊是真欢迎。不过除了爱对无共团体的需求来做改善以外，嘛希望市府爱赶紧定出办法，互相关有意愿的团体会当有直接甲联络的单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战败了后的国民党今夜启动人事改组，9月初6全大会要提出新的方向。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发出公投爱甲大选合作伙办的公投案。人民做主，还我公投。话口号，国民党要推动公投北大选的公投案。担任公投领导人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签第一份联署书，希望公投案明年8月应通过，恢复公投北大选。这是江启臣高雄市长补选败选了后第一个公开行程，因为连续伫高雄市的2场选举失利，国民党士气真低，也让江启臣的名声更受到挑战。跌倒了没有关系，爬起来，重新调整脚步。继续战斗，因为我们是在野党，国民党在此时此刻是不会让人家见缝插针的。败选检讨第一步调整人事，各将政组发挥主委李泰华找回来。不过对基层的基台来讲，好亲像甲高层也有真大挖合空间。我们低层的声音呢，高层好像听不到太清楚，应该要多多倾听我们的低层这个心声啊。其实我觉得江主席是有想要改革的那种，但是我觉得高层的这个阻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大。国民党发出爱改革，不过内部有阻力，外部也复杂的两岸议题。副秘书长李干秀接受电台专访时指出，无中华民国宪法，都无救济共识，而且爱杜绝中间人的印象。党公职赴大陆交流的相关的规范准则，我们要把它定出来。哦，是吗？你们就是要调整那个买办印象嘛？杜绝买办印象。哎，你们的中常委很值钱哎，在中国。所以我们现在要让中常委的结构
做一些调整。我没有办法说100%，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一些规范来去做要求。江启臣为3月接党主席以来积极改革，要伫9月7日的全大会提出未来新的方向。不过，即马传出已经一堆败选的检讨案，要等你考验江启臣。记者综合报道。由郭文德带头的民众党头一摆投入市长选举，说伫高雄市长补选输人添添。5以前的竞选总干事，也就是民众党的立委蔡碧如，已经向党主席郭文德讲要辞掉组织部调集人的职务。面对着民众党选举失败，内面也有风声讲伫咧收答，甚至有风声讲郭文德提议伊的太太，也就是陈培琪来做精神领袖，整合后援会。民众党第一摆投入市长选举，甲亲民党高雄市议员吴益政合作，不过表现不如预期，只得到38960票，得票率不到3%。民众党首战惨败收场，党内检讨声音真多。5前竞选总干事、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已经向党主席郭文德请示组织部接起人职务。要找战犯，当然就是总干事啦。他只有点点头说，我想是这样的，责任政治，你知道还是选战要有负责嘛，找出问题改进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每次，我是非常反对那个烧女巫的做法。郭文天强调，家己者应该负起全责，党内会做好反省改进。民众党不止外部选举失利，基本盘不如哪里两党，内部也充满挑战。都出现真数报告，差点无法度开党员大会进行，到党内传出派系纷争真多，连支持者内部拢出现矛盾。传出郭文天建议太太陈佩琪担任精神领袖，统整支持者后援会。那个柯粉最近因为阵容越来越庞大。然后他们很希望说，柯市长下去跟他们会面的时候，能够带着我一起跟他们吃饭。大家这么喜欢表达意见，你的，我跟陈佩琪说，你小儿科比较有耐性的，要不要请听大家的意见？是不是要选市议员？陈佩琪无愿意加讲，郭文德也无承认。不过民进党经过补选惨败，面对下一个民气挑战，自控制之六都选举，甚至自控制数的总统大选，民进党下一步爱安怎行？如何重新布局？外界拢在看。记者综合报道。北检目前正在调查立委误射案件，最近也正在宽问在押的太平洋流通前董事长李兴良，加市地管理公司的总经理郭启明了后，检调今仔日头一摆宽问在押的国民党立委陈超明，以及着民进党的立委苏进清。都经被车行落来，点点唔讲话。苏进清过几啊天无看，哪想伫咧看守所内底，铁一个白头才出现。北京小连续几啊天招审李贤良甲郭启明了后，就被头一届提审立委苏进清甲陈超明要来查清楚金流的往来。前几日行去哩经备车，苏进清甲陈超明招审了后，准备要登去看守所。因为检调大动作的所在前几天，那就风声去闹热，传出李贤良提早行动，找苏进清来开支票，想向要甲200万的压榨钱的证据变做借贷的关系。伫咧强诉当中嘛，好人讲有收钱，若是对郭启明传出讲要转进5点证人，检调密集提审在押的被告，要来继续比对收压榨钱的部分。若是陈超明传出讲涉嫌答应参加2019年年底李贤良主导的修法公听会，而且佮透过办公室主任张文义威胁经济部派人来参加公听会，趁机会向李贤良来讨200万。不过伊若像无亲身出席公听会，去用减价存100万。若是检调是要查清楚，伊敢是有涉嫌透过办公室主任张文义来收100万压榨钱的对价关系。被告梁文义，他涉犯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的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嫌。那依照卷内监听译文、证人的证述，还有相关的金流资料来看呢，他的犯罪嫌疑是重大的。另外，刘文义原本交保该契约，伊不好去向裁定契约禁格，为人律师提起控告。不过高等法院18时认为讲，伊的讲法前后无共款，而且佫是李贤良甲陈超明其中列入的关键人物。考虑到所犯的罪行5年以上有串证的可能，所以驳回控告袂当佫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新北市金山区公所负责经营 Facebook 的网络小编，也就是约聘雇的人员陈家伟，日前说雄过身，伊的亲友也质疑讲，伊敢是长期伫咧过落嚟。这件事故也引起3位监察委员申请要主动调查，要查伊伫上班以外时间敢有受到长官乱安排其他的工作。
金山区公所药品局人员陈家辉凌晨挂满政治人物甲各界送来回拿甲挽联，小编之事受社会高度关注。29岁身兼网络小编甲新闻联络人，是不是因为无日无眠工作过劳雄雄死亡？3名监察委员申请主动调查，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尊重。每一个事件都是一定要透明公开，接受大家检验，我也尊重。任何人都可以来了解这个案子。公开透明公开，暗过到目前有关无法度掌握陈家辉生前确实的工时偌长。新北市府甲金山区公所拢强调，所有资料拢已经封存，会配合调查。我们现在就配合市府那边来做调查。他到底有没有所谓过劳工作或者是超时在工作啊？我们都先配合调查。3名监察委员主动调查的方向，有陈家辉每个月加班有7-80点钟，是不是合理？首长是不是伫个不是上班时间指派任务？律师指出，伫一般劳工案例研看到，若是等于了后，头家透过通讯软体指派工作，劳工应提出指派时间甲完工的时间才会证据，要认定是工时会成功。不过劳工执行案当自愿加班，认定就较麻烦。要遏制这样的行为啊！其实行政机关或法官就应该采比较宽容的，从指示工作到工作完成，都推定是工作时间。雇主如果他自己觉得难以推翻，那他自己就避免这样的行为嘛。陈家辉是政府机关药品局人员，无适用劳基法，无亲像劳工有加班工时上限爱7休日，要如何认定伊的工时是不是就是互伊过劳雄雄死亡原因？新北市府嘛表示会由府内外人士组成调查小组，不过伊朋友烦恼有救援兼裁判的问题，希望市府应互亲友信任的代表进入小组参加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交工处要向交通部提议，希望会当新增加新的标示线，也就是断点黄线，规日拢会当短时间的临时停车。也因为真侪所在拢画红线，对一寡行动不方便的，甚至是老大人要起落车，拢真无利便。交通部也打算讲要找各县市来开会讨论。何况巴士送患者回诊，车驶来到病院门卡口，温存临时停车的黄线所见拢是客人车，可能会当停伫咧红线顶悬，到3共坐轮椅的患者落车。这个时阵若是去用检举，就会去用开单。我们如果收到罚单，公司不帮我们申诉，我们还要自己跑去申诉，然后呢，重点是不会过，因为我们要上下车也是要看地方啊，对呀，不好停哈。嘿，对对对。以台北市来做咧，目前已经画200多万公尺的红线，真侪巷仔拢是红线。客运车司机送人客到门卡口，临时停车要落车，嘛有可能会去用检举来处罚。大部分都是红线这样比较多，巷子通常都是临停，也不能太久了。照即摆法规的红线是规工禁止停车，嘛袂当临时停车，够落货。黄线是有时间限制，禁止停车线。早起7点到暗时8点袂当停车，但是会当临时停车上落车，够落货。时间袂当超过3分钟。为着要方便民众，台北市向交通部来提案，希望会当增加新的标志，黄色的线，24小时拢会当临时停车，方便民众上车甲落车。可不可以用黄虚线的方法来让这个有临时上下车，但是整天24小时都有这个需求的地点呢，可以来做？若是标线最后敢会是黄色的线，是由交通部来决定。交通部预计伫咧拜四邀请各县市的代表来收集意见，谈好做后续敢是修法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中国连续几多日拢在落大雨，也引起水灾。17迄天，伫长江也出现大水，通过三峡大坝的水量是今年上大一摆。伫四川也等咧做大水，当地政府也伫10月透早发布有史以来头一个水灾警示。另外，伫甘肃省毋若做大水，甚至阁伫热天时落雪，一寡天灾所引起的损失大约有超过人民币15亿。中国连续几啊天做大水，长江第5号大水17只正式伫咧顶游形成，而且以每1秒7万立方公尺的流量通过三峡大坝创纪录。大水后，佮互四川的都江顶游形成50年一届的大水灾，嘛互中的游的城镇规个淹甲稀咧咧。10月透早，青衣港阿安段佮出现100年一届的大水灾，水位全部超过预警。这嘛互四川政府伫咧10月5点即天发布史上头一个1级风信应急的响应。被带过去吧。
大水后嘛造成都稳高速公路出现水崩山、专线交通管制，真有名景点落山大佛佛卡平台，搁一届淹水，而且大水已经超过佛卡的卡砖头啊！这嘛是1949年以来落山大佛头一届去予水淹到卡砖头啊！风景区是全面封闭。水墨沟村突发泥石流。甘肃省龙南市文关嘛，因为强降雨出现灾情，水挂头冲入去白水缸，形成崩山鼻，了后回流倒灌去附近的庄仔头，造成严重的灾情。黄沙土水甲一座桥卷起，超过300户的主体去淹掉，有150民众去掉伫咧厝尾顶，等待直升机来紧急救援。防空警报伫咧弹。左厝崩沙鼻强冲甲崩去，新罗社区的民众紧急撤离。甘肃毋但受到大水后的侵袭，更较惨的是，16暗时开始到17，所伫咧热天暗时来落雪，互当地的人拢讲天地要顶到变硬，嘛造成农业损害。根据政府统计，甘肃龙南大水灾有超过28万人受害，预计经济损失已经到15.2亿人民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气候异常问题，也出现伫美国加州，当地的4国国家公园出现54°C高温，是这全世界107年来上介悬的温度。另外，日本的静冈滨上也出现有史以来上介悬的温度41°1。东京自8月开始，也已经有79人因为潮刷死亡。日头是真炎，伫咧车路还阁会当看到涂骹的烧气。美国国家气象局17公布。顶礼拜6礼拜，伫咧加州南部的沙漠地区，4国国家公园测到54°C的高温，是1913年了后，伫咧4国绿地牧场测到56°7了后的上悬纪录。We would not be seeing these record temperatures or any of the unprecedente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we've been seeing around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if it were not for our warming of the planet due to fossil fuel burn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that are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se warming greenhouse gases. 这个高温的记录是伫咧加州、甲内华达州的火炉溪游客中心自动气象观测站测到的。世界气象组织会检查这个数据敢是有效的，因为受到热浪的影响，加州的用电量嘛直透增加。互主要的电力公司14因为系统未勘制、伤烧，所以发出警报，呼吁居民爱准则用电以外，伫咧当地暗时6点，嘛宣布用电进入紧急状态。为14开始，实施分区轮流停电，影响几十万的家庭用电。因若这嘛是从2001年以来头一届分区停电。But if we simply stop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planet doesn't really cool off. We'll need to actively remove these greenhouse gases from the atmosphere, either by growing more forests or capturing the carbon dioxide in an industrial facility and pumping it into storage reservoirs underground. 亚洲的日本嘛，因为高气压甲火烧风的影响，互东海地区甲日本西半部出现真热的高温。静冈滨乡市还阁测到41°1的高温，创下当地的历史新高。因若东京从8月份了后，就小连续传出有民众潮刷死亡的消息。到17为止，已经有79个人因为潮刷死亡，其中有8成拢是70岁以上的老大人，还阁包括一个101岁的人瑞。另外，伫咧厝内因为无开冷气热死的民众嘛袂少，加上暗时的温度超过25度的时阵是哪来哪长。当局呼吁民众，无论是伫咧室内还是室外，拢爱会记咧补充水分，嘛爱尽量踮伫咧温度较舒适的空间，避免潮刷。记者综合报道。欧美国家真侪拢是看讲疫情稳定啊，就开始放令，颠倒互病毒探源头。亲像西班牙、美国因的确诊病例甲死亡人数拢一直在增加。西班牙、希腊甲意大利也开始限制店家做生意，伫公共场所的民众就要强制挂嘴安。另外，伫咧英国也有真侪店家袂堪的疫情影响，早就倒店啊。这是披头士乐团伫1961年伫利物浦洞穴俱乐部现场演唱的珍贵镜头，并顶悬的牌仔写这摇滚天团，短短2年时间，伫这所在演出超过290场，毕竟是披头士起家流行音乐圣地。另外，亲像滚石乐团、埃尔顿强、史蒂夫·旺达这大明星，拢捌伫这表演。暗过这依然挡袂掉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英国传出洞穴俱乐部要停止营业。It's been very difficult. It's we're no different than anybody really within this sector, but really it was like the rug was pulled from under our feet overnight.
俄罗场所被迫关起，也个意大利甲西班牙。意大利单日新增加确诊病例，虽然比其他欧洲国家较低，不过卫生单位发现，为着新冠病毒患者年岁中岁数已经降低到40岁以下，显示补贴夜店这种少年人群聚场所也加强管制。西班牙疫情就较严重，大致新增加确诊人数为7月中超过1000人以来都一直升悬。顶地就话咧8月15就有6700多人。除了夜店这个场所强制停业，民众伫户外食薰也爱保持2公尺以上距离。当然，官方公布确诊人数甲死亡病例上侪也是美国。5月虽然有转好，不过马上又增加真济。疫情除了正做大选年的热门话题，也是国际学校是不是重新开放的争论焦点。All right, then let's get started. Welcome everybody. 有几百位的大教授，坐伫为学生无几个，全球理工科排名第9的乔治亚理工学院，甲真侪学校拢以线顶教学，避免疫情中断课程进度。不过，不少老师甲学生议员感觉，唔是所有教学拢能用网络来取代。Even when you do online very well, it's still not. I don't think it's the perfect substitute for what can take place when you actually have physical presence. 美国真侪所在疫情依然真严重，超过30位确诊率超过5%。伫部分地方政府甲学校准备重新开放的同时，有学校职员团体就发起校园示威，抗议有关当局无重视疫情的严重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才拄结束台海实弹演习，今仔日就一台美军 Burke 级别驱逐舰 Mustang 通过台湾海峡。这回伊路线是挖海峡中线伫咧行，更加接近中国的东海岸线。目前也当咧马祖的东引海峡当中，美国军舰这个行为，中国海军要派一只飞弹驱逐舰甲伊对调咧。美军的 Mustang 经过台海，是美国军舰今年第8届通过台湾海峡。顶一回美国军舰通过是绿树天安门事件满31年迄天。今日中昼又一台美军的电侦机接近台湾北部的防空18区，方认为是美国军舰加台海伫咧配合行动。国防部也强调讲，一切拢伫掌握当中。美国财政部日前也宣布讲，要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甲11名中国香港的官员进行经济制裁。林郑月娥表示讲，最近使用信用卡确实有受到限制，不过影响无大。伊也认为讲，美国对香港的制裁甲管制是完全无合理的，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港版国安法受国际批评，美国财政部阁宣布对帮助推行港版国安法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11名中港官员实施经济制裁。林郑最近接受专访时第一摆透露，制裁确实带来一寡无方便，亲像伫使用美国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甲信用卡时，都受到限制。Use of credit cards will be sort of hampered and so on, but those are really meaningles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 feel honourable that we ar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being trust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伊批评制裁官员行动是川普政府维护美方利益的手段，佮强调家己未被惊倒。则被香港行政会议复会，林郑受访时佮强调，伊受到制裁无要紧，不过美国对香港制裁甲管制完全无合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伊佮形容国安法有正气，是触发犯罪法治武器。呢個國安法係愛嚟即係警惡懲奸嘅，因為佢又既有即係防範，又有制止，又有懲治嘅功能。咁所以即係將國安法同武器化擺埋一齊咧，我就真係難以理解。講到最近疫情狀況，伊認為確診數無下降現象，而且有4成病例感染源無清楚，香港仍然存在爆發社區感染的風險。港府也宣布暗頓對用禁令甲2人限聚令，佫延長1禮拜到2個。錄得36宗確診個案啦，咁其中有1宗係輸入性個案。因為疫情衝擊香港經濟，林鄭宣布受疫情衝擊嘅行業要推出第3輪防疫抗疫基金提供援助。記者綜合報道。
有一位伫咧台湾的中国配偶已经是灵感第3期啊，也因为伊的感情已经转移到肝脏，就需要做手术。伊的查某囝在今年初去到中国了后，却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度回来。伫咧今仔日总算会当用专案入境，互因保囝团圆。厦门航空 MF887 班机到桃园机场，申请专案来台的乐乐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到台湾。隔半年无入中航，因为防疫要求1.5公尺距离，只好在空中伸手表达思念。乐乐也是小明专案登到台湾的第一例。能够回来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很开心。很开心，谢谢妈妈了。那隔离之后想要跟妈妈做什么吗？来自海南的中国籍配偶郭云曼得到灵癌第3期，已经转移到肝，爱赶紧动手术。伊亲身到机场接人，激动表示，昨夜是去中国办理入籍台湾定书中，拄到疫情滞留当地。感恩感谢，听到我的声音，让我的女儿回家了。伊真欢喜，昨夜应登到台湾，应继续完成学业，伊也应安心动手术。这是因为陆委会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以专案方式放行。通案还不能入境，但是个案呢，它基于一些人道的考量，比如说是回来探病、奔丧，或是其他重大人道因素，啊，它可以提这个个案的方式是不是回来？那相关机关就会去到指挥中心到讨论，然后如果有同意的话，就会让他进来。为7月16日开放2岁以下中国籍配偶子女来台8月13日放宽到6岁以下，而且无限制有提居留证的。根据移民署统计，2岁到6岁中国籍配偶子女人数，提专案登记居留者有507人，提登记探亲证有25人，总共532人。外界希望全面开放，不过恐惊还阁等。陆委会也指出，因为9月开学，目前这个评估和中国籍配偶子女甲中国学生，因伫最近登台湾读册。记者综合报道。是苗栗正式核准国光生技带条件进行武汉肺炎疫苗的人体试验，上紧伫后礼拜就会来进行。新冠肺炎疫情要继续伫咧滚价，全球急要爱用疫苗。是药署证实，顶日召开新冠肺炎疫苗临床试验审查专家会议当中，决议有条件审核国光生技公司进行新冠疫苗的第1期临床试验的计划。国光生技已经审核60个健康的受试者，等相关的数据完成上架了后，就会当正式执行。就由第1期的研究去了解它的安全性跟免疫原性那它是不是适用在人体？第2期试验要看第1期试验的结果，去设计这个试验规划以及它的人数。食药署表示，为了加速国内疫苗的研发，每一礼拜拢甲国内3间大厂开会，针对国光生技提出的申请，已经审查试验的计划符合第1期安全法规，疫苗敢是有效，还阁要等初步的试验结果，才阁评估安怎执行第2期。感染科的医师讲，照目前基层的评估，疫苗要上市，至少要到明年3月份以后。第3期的人体试验呢，你大概感染者呢至少要上千个，就有上千个人被感染，另外有上千个人不被感染，做对照组来比较呢，你才知道这个疫苗是不是真的有效。那你如果想知道打了这个疫苗会不会让病更严重呢？你人数还要更多。医师分析。疫苗伫咧进入第3期人体试验的时阵，除了健康受试者以外，还阁爱千外的感染者受测试。到时若是台湾的病例数无够，就有可能爱去外国做。这瓶产品还阁有真侪挑战。若迄当阵外国的疫苗已经上市，全球一定会抢咧买，数量百面会无够，所以提醒民众都爱积极落实日常的防疫，才会当度过无疫苗通用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的领队会议今仔决议，考虑到防疫，有关无要开放客队的球迷入场。另外也规定讲，若准球员伫球场顶头配喙烂，掠着一摆就要罚500块。大声话加油享受比赛，同时这个赛季开放入场的人数，为拄开始1000人到目前7成的座位，是有大幅度的增加。不过因应疫情的改变，领队会议18决议。包括比赛期间，工作人员爱严格执行挂喙安，啦啦队表演的时阵唔免挂，不过竞赛的时阵爱挂，还佫有暂时无要开放客队的球迷来応援。看到整个疫情其实又上升了，所以大家很快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那还是一样维持现状。另外，因为下半季也是赛事连制，爱用较侪时间入场，所以会中决议，联赛安排伫咧补赛周，休困日无安排双定赛。
也若针对球员，嘛会严格执行，若是配喙烂的人，为这礼拜开始，防检举违规，一届是罚500块。我们其实从3月开赛之后就一直在发了啦。那如果要算总量的话，那可能超过一个人有几个，其实固定都有发签到3次以上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直接这个礼拜开始，其实就是如果拍到就是罚500块。针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8大场所一定要挂喙罨。中华职棒强调讲，这个指示是针对室内场所甲室内活动，目前也是按应变计划咧执行。重点也是伫球迷离开座位、行线的时阵爱挂喙罨，也阁有爱安怎落实接洗手。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东大门夜市对旧年开始减少使用免洗餐具，目前已经有200多家配合政策啊，变作是全国头一个环保夜市，甚至阁会使借环保餐具予人客，若准人客家己炸碗甜，店家阁会当续予你。休假期间，花莲暗时上闹热所在就是东大门夜市，暗过真条大内本数量也真惊人。所以去年开始鼓励400多间摊商禁止用一次性的餐具，目前已经超过200间摊商通过认证。目前整个东大门夜市总共有400个店家，参加的店家242家，但是合格目前已经破200家了。已经其实有倡导1-2个礼拜了，其实客人已经慢慢能够接受了这样子。为鼓励民众享用，民众只要自备环保餐具，也可能享受2块到10块的折扣。无走也无关系，花莲县环保局现场有提供机会，只要付押金100块就能使用。如果我没有带，我会来用。可是重点是我们有带，所以就这会就目前不会去用到这个需求。就卫生问题吧，还是会有点担心，不知道有没有洗干净或者有没有消毒。如果说确实都有消毒干净、洗干净是可以借啊。环保局强调，所有环保餐具有消毒清洗，边仔药水槽啊用洗过才行。另外，油烟检测、资源回收等6大项目拢符合国家环保规章，才予东大门夜市成做全国第1个环保夜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旧日7月就特别到了，真侪所在也开始筹备中原普渡。不过，伫台北市所发生讲有里长本地甲学校借场地办普渡，今年学校说无爱借，落尾也请机关出面协调。不过，教育局也认为讲要借唔借，就要尊重学校的意愿。旧日7月是中原普渡的民俗活动，台北市天保的里长过去拢会向附近的树东国小来借篮球场搭布棚办中原普渡。不过校方今年以袂使帮助特定宗教团体宣传做理由，拒绝里长申请，引起里长不满。我们的普渡不是民俗活动吗？我们7月份就是台湾人会有7月普渡啊。学校租借办法里面是说，你不要违反善良风俗或违反法律的话，是都可以租借的啊。里长是去普普跟内当临时找其他的空间来办活动，若是根据台北市议会民委会去年12月初5做出来的决议，为着要维护学校的清洁甲学生的受教权，并且局甲区公所袂当协助借用学校的场地来办中原普渡的相关活动。里长表示，捌问过民政局得到的回应是，并无限制学校今次要出借场地。机关所指出，教育局的督校伫咧台北市校长群组发布讲，学校袂当替特定的信仰来做宣传活动，也就是宗教袂当进入学校。建议普渡利用细条车路来办，希望公司教育局甲民政局互相提责任。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意见了。你让校长为难嘛？校长他今天夹在你教育局、民政局还有这个里长之间。教育基本法第6条就规定，校园是中立的，不宜让政治、宗教等进入校园。已经跟邻里之间有比较好的默契，本来以往也都有借用，原则上教育局是没有反对。教育局是回应讲，无明文规定禁止学校出借场地来做普渡使用，尊重学校的做法。议员嘛要求教育局、民政局、甲地方里长、校长、还有家长来充分沟通，针对学校开放的项目甲方式进行全面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囡仔的之屋是一个专门帮助弱势囡仔的团体，不过创办人陈俊朗也就是囡仔所叫的陈爸爸，去年破病过往啊。不过陈爸爸就是一个习惯，希望带这个囡仔去熟悉台湾。接班人也决定讲要完成陈爸爸的心愿，带这个囡仔去爬山熟悉台湾。18日早，囡仔切学7名高中生由老师甲登山向导带伫台东治本林道向山向大地祈福，准备带创办人陈爸爸熟悉台湾3部曲最后的围观，用中向山脉大小鬼湖出发。
大小几户伫中央山脉大东关甲屏东关交界原始森林，海拔有2000多公尺，山路充满挑战。这任务也符合囡仔册学创办人陈爸爸，希望辅助弱势囡仔用自立自强、接受考验，充满自信的初衷。我们为了这次的活动准备了好几个月，成就感吧，可以挑战自己。囡仔册学为10年前就规划要互囡仔熟悉家己、熟悉台湾。但爸爸设计查考船、脚踏车甲登山环岛台湾3部曲，接受辅助囡仔培养自信、迎接未来课程。目前已经完成查考船甲脚踏车。不过去年，但爸爸雄雄过身，接班人要完成伊的遗愿，继续带囡仔迎接挑战。其实这一趟难度很高，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可以，他们只要走回来，一定是他们人生很重要的养分。伊表示，但爸爸过去用个人的性命点导册学囡仔成长的路，未来会善用各界资源，用集体力量，带弱势囡仔伫成长的路上建立自信，也希望社会各界能继续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啊，垦丁的唱水教练伫海内面发现2只真罕见的乌斑鲨，有人叫沙钓的鲨鱼，众人是真欢喜。有专家表示讲，本地伫垦丁的海域钓鲨鱼，只是受到环境的变化甲迫害，才会变甲遐罕见。唱水教练因红小嫂啊落水训练，就伫伊唱到25公尺的所在，想要休困一下，雄雄发现一个真大乌影，有压迫感觉出现伫身躯边。唱水教练上细细看是一尾大鲨鱼。水下的能见度也非常的差，就是一定要非常近才看得清楚。所以当那个黑影游很近的时候，我才发现是鲨鱼。最近的时候大概有游到真的是大概1.5公尺左右，就是你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得到它。唱水教练意外甲鲨鱼斗阵收15分钟。专家指出，珊瑚大鲨鱼专门食小型的鱼类，未主动攻击大型的动物。发现这尾鲨鱼不只是无攻击性，也佫是罕见的乌边鳍真鲨。有朴实的身体，身长延到2.6公尺。以台湾来讲，分布伫东北部甲澎湖沿岸，因为是属于非保育类，渔民会掠来卖，数量即嘛是愈来愈少，是属于濒贵的动物。以前有过度捕捞或者环境的那个过度开发这一类的呢，让鲨鱼不再靠近。我们台湾垦丁区的鲨鱼已经非常少了。你看国外那个潜水的地方，那个珊瑚礁潜水的地方，绝大部分你只要下水之后，鲨鱼在你身边。专家表示，恒春半岛的海域这几年来受环境开发甲污染影响，鲨鱼也变甲真罕见，对生态并不是好代志。伊认为一个健康生态是需要食物链顶悬的掠食者，才袂互部分物种过量，致使生态失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科技已经有华语的语音系统啊，也若讲到台语的部分咧，即摆有一间科技公司要做一个台语语音辨识加语音合成系统。若准备晓写台文字或者是罗马拼音，用华语甲系统问一个 app 就会回答你，而且这个问题也晓讲台语。公共电视台台语台有意思。甲这个 LINE 的 APP 点开开录音，开始讲台语，免5秒，系统就发图辨识录音的内容，是显示罗马拼音和台文汉语。若袂晓讲台语，拍华语的字句，系统也会当用台语讲互你听。我食饱。设计这套类似台语版 Google 小姐台语语音辨识系统的团队，共达3个人，其中带头的是今年才30的施成宏。伊对交通大学资工系毕业，原底台语一句话拢袂晓讲，因为伫咧学校受到客语学院的刺激，转下定决心要甲家己的母语找回来，用家己的专长写程式说台文。我就是有去上语言所的课，有去中间伊做研究助理，语音的物件嘛，台语的物件。这个技巧就是文化部用文化部的补助来用买新闻广播连续剧，互电脑来听来学，加加起来差不多200点钟左右。施成宏讲，建立语音合成和语音辨识系统，要先扣大量的台语思虑和录音档案，再搁先互电脑学台语，训练伊的判读能力。听拍台语文的过程，团队的成员也拄到一寡真好克服的问题。较常拄到是讲迄个语词，像讲会记字，但是其实伊虽然拍会记字 TSIT， 但事实上可能对方已经念做会记字啦，伊已经变啊，
已经因病，伊就是自然会传过来，迄有规律性的。阮就由原照输下的关系去输下，民间足侪套系统，所以阮有当看咧想讲，伊真若对着教育部罗马里大开始写啥物，那上好就是有时嘛是会超影片啦。一届拍足长的，拍几句嘛会使，像安尼。免拍台语的声调，而且会当直直拍，免长句，系统也会晓自动记忆，甲拍过的人名、甲外来词拢记起来。团队笑讲，这套上新研发的台文拍语系统，经过伫咧教育部台湾别人语拍语系统的基础顶悬，会当讲是伊的升级版。是真正是欢喜，毋也是讲公司，这是公司的产品，所以欢喜是讲哦，原来做这物件是真正有人需要，就是台文是一个即马佫算是。无介济人知影，无介济人接受的物件，但是就是看到讲哦，大概是做需要，做希望有一个台湾的软体让用，对，感觉做欢喜。三个人的科技公司上少年的工程师今年才23，拢因为对这片土地语文有感情，家己学，也望未来会当继续得到文化部的补助，而且找到企业合作，缩短时间，自动听拍台语的语音辨识系统，扩大台语 AI 的发展和使用率。记者阿敏、金林昆明综合报道。中兴大学甲农试所有经台湾4种菜色菜籽去参加日本的太空计划，就是要互这寡菜籽对着太空船上太空，经过微重力以及着辐射环境之下，敢会搁再发炎？若准发炎了后，敢会造成成长的变化？一粒一粒台湾红梨种子，还有已经杀菌过的日头花，甲粉红乌蝶兰的种子，接落来伊要去一座太空旅行。粉红乌蝶兰、台湾红梨、日头花甲番茄4种食物的种子，会头一届送上太空。就是希望亚洲这些国家可以选定一些种子，单去太空做一下，放在太空旅行，然后看看太空的环境包括无重力，包括一些辐射，会不会造成种子的一些影响。今年10月，美国会用无人航空器把这种子送去国际太空站，会伫太空站内底的日本起步实验室内底，放4个月了后，才搁送倒转来地球。研究团队希望了解讲，种子经过微动力、甲高辐射等等外太空环境的影响了后，搁再倒转来地球种，而且甲其他同款的食物来比较，看敢是会产生无同款的变化。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微重力，那以及高辐射。我们的植物生长的发育都会受到我们重力的影响，而会有所差异。那高的辐射，它其实对于基因的突变是会有影响的。这届活动是台湾的种子头一届去入太空，参加日本一个免费科学计划，合作太空种子亚洲未来来研究太空的环境对食物的影响。目前已经有9个国家16种食物的种子要做伙送去入太空。也若台湾选的种子有台湾红梨10公克，粉红乌蝶兰1公克，日头花20公克，番茄16公克。台湾研究团队希望会当了解太空环境对种子改变的可能性，嘛希望未来会当鼓励学生参与太空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厄瓜多的加拉巴哥群岛第17宣布讲，当地发现30种的新物种。科学家也对深海去研究，发现海底有正特殊的海洋生态系。这个新的发现也代表海洋生态重要。这是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岛海洋保护区当中发现的新海洋生态系，内底有几个珊瑚甲海绵的聚落，发现30种新的无量骨的动物，有10种德珊瑚、4种北方珊瑚、1种喙青、11种海绵，还有4种合作巨龙虾的新甲壳类的动物。这项消息由加拉巴哥国家公园杂志对外公布，相关的消息已经刊登在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当中。Ahora, con este descubrimiento de 30 nuevas especies para la ciencia, reafirmamos la importancia de conservar las áreas marinas protegidas. 科学家是伫2015年，伫非政府组织查尔斯·达尔文基金会赞助之下，做深海探勘队以高科技潜水遥控车，伫迄个区域海底深度290公尺到3373公尺之间咧超吹。基金会嘛发声明表示，即届发现包括热带东太平洋真有名的巨大冷珊瑚、新熟的玻璃海绵，也有结合真侪物种的多彩海鲜。Entregar 30 nuevas especies marinas al mundo es sin duda un valor muy importante en el ámbito de conservación. Galápagos cuenta con una reserva marina de 138.000 kilómetros cuadrados
La investigación en esta área protegida ha sido intensa, sin embargo, hay muchos ecosistemas que no han sido explorados. 探勘队嘛是头一届伫群岛北平等等的区域做海底的任务，这的鲨鱼数量是世界第一的。加拉巴哥群岛伫咧厄瓜多西边1000公里，有全世界数量上侪动物物种。不过伊的海洋生态系是真脆弱。专家表示，设立保护区会当避免人类活动入侵，可比侵害挖矿、掠鱼啊等等。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做伙来看气象预报天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 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今日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秘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迄灰白里鸟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色字，色字汉字写作色字，罗马字写作思义色多义字，色第4条，字第7条。台语咧讲色字有2款构词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色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的、空的、土的，这款构词方式袂伫色字的名后壁加色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色字来做色字的名，亲像柑仔色。桥仔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个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色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色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若是动物是物的名，有色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狮、乌面腊杯、青猪仔。食物有黄豆、红芪、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色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这句俗语有当时嘛会当用伫学老人的穿插，好看有气质。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染甲乌，本来是白布，硬互人染做乌的。这就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互人一直传到尾啊，哪像真的共款，是一款标杆，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溜色字红的、柑仔色、
黄的、青的、孔的、椒仔色、红水乌大斑、白白布染甲乌。落尾，我要讲一个味菜，互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鳖、乌张飞、走起味，互你要一款果子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乌的籽、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